AOE 真係好勁，好幫到我建立一個檢討嘅機制。AOE 真係超勁，堅持係會為自己帶嚟另一個嘅突破。哦，有策略咗。多謝嫲嫲牧師、志全老師咁多位指導員喺遊戲裏邊去面對失敗同埋成功。策略嚟講呢，就真係好重要。喺嚟緊我都會好好將呢啲心法應用喺工作上面嘅。enjoy 嘅。我會努力成為神家中嘅得勝者。願這生無後悔，全成就我主旨意，帶着信衝破萬難，重重波折也是容易，帶着信彰顯真理，行神蹟作奇事。承奉我每天決心光照，要將真理實踐，靠神話語之能力，我將天國彰顯。承奉我每天奏出愛篇，要顯奇事超然，要成就上帝心意，限主在差遣，壯志未變。神珍惜 AOE 嘅訓練課程，呢個係我人生一個好大嘅祝福，真係好大嘅恩典，策略人生嘅開始，將我所學嘅去活用喺我人生嘅裏面，思維策略更加能夠擴展，見識到策略嘅威力，認識到自己啦，不斷人生自我檢討，跟住嘅指引呢，其實係一定係可以做到嘅。係明白心態嘅進步同埋調節呢，係重要過完成一件事嘅，就係學習用神嘅策略同埋睇事法去反省自己嘅人生，成為我嘅生命，成為教會領袖嘅助力，成為一個更好嘅領袖。策略裏面認識更多嘅自己，正視自己嘅問題，塑造性格，不生受用，好實際嘅應用喺我日常嘅生活裏邊咯。咁而喺第二階段呢，就更加認知到點樣同同哥去溝通啦。人與人之間有一個良好嘅溝通，用喺呢一啲策略去完成一個目標，人先係最重要咯，同埋侍奉裏面去活用翻出嚟。處理問題有好多方法嘅，我嘅潛意識自動識得越嚟越諗好多嘅計仔，原來咧出嚟嘅結果咧其實有好大嘅分別。我會繼續努力建立呢個策略喺我人生，令我畢生受用，讓我一生受用，努力活出一個得勝嘅人生，學習成為一個好嘅領袖，去能夠成為一個榮神益人嘅基督徒。我會成為一個更有策略嘅基督徒，令到信仰同侍奉更上一層樓嘅。多謝爸爸成為我人生嘅好教練、好導師。願神百倍祝福每位嘅指導員，我會努力成為神家中嘅得勝者。感謝神，要成就上帝心意，限主在差遣。